今年最大嘅炮啊，就喺呢座啦，第3炮，元朗景區。先揾人嚟影相先。Kitty，可唔可以張相？我幫你睇下我隻詩就得嘅。可以係。好，可以影啊，你可以企埋影啦。今年最大嘅炮啊，就喺呢座啦，第3炮，元朗景區。先揾人嚟影相先。Kitty，可唔可以張相？我幫你睇下我隻詩就得嘅。可以係。好，可以影啊，你可以企埋影啦。